各位請起立。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奉獻聖祭，因為天主即將從我哋當中選拔咗張太賢執事、林若琪執事、岑顯豪執事去擔任司鐸嘅聖職，為天主子民服務。領受司鐸聖潔者請前來。張太賢執事、林若琪執事、岑顯豪執事。最可敬嘅周書記，慈母聖教會請你為我哋呢3位弟兄授予司鐸聖潔。你知道佢哋係咪有資格嘅？經詢問基督子民同埋所有有關人士嘅意見，我可以證實佢哋確有資格。咁樣仰賴天主同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嘅助佑，我哋揀選張太賢執事、林若琪執事、岑顯豪執事領受司鐸聖潔。感謝天主。各位親愛嘅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啊，我親愛嘅張太賢執事 Nick、林若琪執事 Joseph、岑顯豪執事 Danny， 你哋要默想上主嘅聖道，信仰你哋所宣講嘅，教導你哋所信仰嘅，同埋實踐你哋所教導。我親愛嘅張太賢執事、林若琪執事、岑顯豪執事，你哋領受司鐸聖潔之前，請你喺大家面前表明你哋接受呢個職務嘅意願。你哋係咪願意喺司鐸職位上做主教嘅忠誠合作者，喺聖神嘅領導下牧養主嘅羊群，恒心不懈咁樣竭盡司鐸嘅職務啊？我願意。你哋係咪願意妥善嘅明智去履行為聖言服務嘅職責，向世人宣講福音，講解天主教嘅大公信仰？我願意。你哋係咪願意為光榮天主，為咗聖化基督嘅信徒，遵照我哋教會嘅傳統，尤其是喺感恩聖祭同埋和好聖事上邊，虔敬仰忠誠去舉行基督嘅奧蹟啊？我願意。你哋係咪願意遵從祈禱嘅訓示，同我哋一齊為託付俾你哋嘅子民，恒心不懈咁樣去呼求天主嘅仁慈啊？我願意。基督大師就係為我哋將自己獻於聖父作為純潔嘅祭品。你哋係咪願意一日比一日同佢更密切結合，並且同佢一齊為人類嘅得救完全獻身俾天主啊？靠天主的助佑，我願意。你係咪應許尊敬同埋服從我同我嘅繼任人？我應許。天主喺你身上開始咗美好嘅工作，而天主完成佢。你係咪應許尊敬同埋服從我同我嘅繼任人？我應許。天主喺你身上開始咗美好嘅工作，都願天主完成。你係咪應許尊敬同埋服從我同我嘅繼任人？我應許。天主喺你身上開始咗美好嘅工作，都願天主完成佢。親愛嘅弟兄姊妹，天主既然揀選咗呢3位執事
擔任司鐸嘅職務。讓我哋都祈求全能嘅天主聖父仁慈咁樣賞賜佢哋豐厚嘅恩寵同福佑。請大家跪下。上主我哋嘅天主，求你俯聽我哋嘅祈禱，將聖神嘅福佑同司鐸職務嘅恩寵同能力賜俾呢三位僕人，使我哋喺你仁慈眷顧之下所奉獻俾你嘅弟兄，蒙受你嘅聖化，終身得享你豐厚嘅慈愛。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哋祈禱。願普世萬邦集合喺基督之內，喺你嘅神國之內，成為你嘅唯一嘅神聖子民。因你嘅聖子，我哋嘅主耶穌基督，佢同你及聖神係唯一嘅天主，永生永王。
天父以聖神從佢嘅德能聖化咗、祝聖咗主耶穌基督，都願基督護佑你，賜你聖化天主子民嘅恩寵，並向天主奉獻聖祭。天父以聖神同佢嘅德能祝聖咗主耶穌基督，願基督都護佑你，賜你聖化天主子民嘅恩寵，並向天主奉獻聖祭。天父以聖神同佢德能祝聖咗主耶穌基督，願基督護佑你，賜你聖化天主子民嘅恩寵，並向天主奉獻聖祭。張太賢神父，請接受聖潔子民奉獻俾你天主嘅禮物。你要明白你所做嘅，生活你所舉行嘅，使你嘅生活都符合主十字架嘅目的。林若琪神父，請接受聖潔子民奉獻俾天主嘅禮品。你要明白你所做嘅，生活你所舉行嘅，使你嘅生活符合主十字架嘅目的。岑顯浩神父，請接受聖潔子民奉獻俾天主嘅禮品。你要明白你所做嘅，生活你所舉行嘅，同埋使你嘅生活都符合基督十字架嘅目的。在場主教同司鐸同三位新鐸互祝平安，然後三位新鐸會同大家互祝平安。各位請起立。
位請坐。主耶穌，感謝你從人群中召選咗我，成為司鐸，惟願我此生都同你嘅至聖聖心相契合。感謝聖母進教之佑，我嘅主保聖人大聖若瑟，同埋護守天使一路以嚟嘅轉禱同埋陪伴。感謝周書記、夏主教同埋修院培育團嘅栽培同埋信任。感謝陳書記同湯書記嘅祈禱同埋祝福。感謝所有嘅禮儀服務人員。我都特別感謝姚崇傑神父、李旭明神父同埋張默石神父對我聖召嘅愛惜。感謝我生命中所有嘅老師。感謝我所有成長、實習同埋服務嘅堂區。感謝屋企人，特別係媽咪。多謝你將信仰帶俾我，並且始終堅定地將我奉獻俾天主。感謝各位蒞臨親禮嘅神父、執事、教友同埋親友，讓我哋繼續喺主內彼此祈禱，天主保佑。呢個黃雨嘅天氣，都咁有心嚟到呢度參與禮儀，係為我哋祈禱。首先咧，都特別感謝屋企人，感謝我嘅父母，喺佢哋嘅支持下，我可以行呢條嘅路去回應聖召，感謝佢哋。亦都喺度感謝所有嘅禮儀服務人員，特別係都喺度藉呢個機會咧，多謝青衣嘅輔祭。喺頭先同各位神父互祝平安嘅時候，林祖明神父咧就提我啦，你要開工啦。我都同佢講話我會返青衣開工㗎啦。願大家咧繼續為我哋3位新司鐸祈禱，而我哋喺我哋嘅職務上邊表達出耶穌嗰份嘅良善心謙，嗰份嘅對人嘅慈悲，而我哋喺大家嘅祈禱下，同大家一齊努力去回應天主嘅召叫。今日我想特別多謝4位主教、各位神長、執事同埋我嘅家人，感謝你哋嚟見證我嘅進度，為我祈禱。我都要特別衷心感謝聖神修院對我嘅培育、培聖會同埋聖瑪加利大堂嘅神長同兄弟姊妹嘅支持。I would like to give a big thanks to the Guadalupe missionary in Kenya, especially Father Ignacio Flores Garcia, who came all the way long from Africa to Hong Kong to join my priestly ordination. Thank you so much. 感謝德信中學大家庭、李斌生主教同埋各位神父。感謝我成長嘅堂區尖沙咀玫瑰堂嘅神父顧嘉玲神父同埋張樂天神父，陪伴我成長嘅曾慶文神父同埋溫國光神父。多謝溫神父嘅一直陪伴同照顧，今日為我穿上祭衣。我明白感謝大家最好嘅方式就係成為一個好似耶穌事目一樣嘅好嘅神父。
請大家都繼續為我祈禱，求天主助佑我，忠信地咁樣活出天主俾我嘅司鐸聖召。